个时阵，咱求圣神来掌权，咱求上帝的灵来充满咱每一个人。咱伫祈祷进前，咱就向上帝来认罪，咱来求主来赦免咱的言语甲行为，咱拢总所有的罪。求主来洁净咱的心，互咱伫祈祷的时充满开力，充满对遐来的能力。咱做伙开嘴来祈祷。主啊，说过去阮伫新春的一礼拜当中，你带领阮经过真好的天气，互阮伫出入拢得到你的保守甲看顾。主啊，阮知阮要献上阮的娱乐甲感谢，因为阮相信主啊，说你是大的上帝，你是大的王，你是赢过阮拢总的上帝。求主你来赦免阮一切不义的罪。主啊，求你来洁净阮的心思意念。阿爸天地，阮感谢你，阮要来学了你，因为你赏赐阮每日有够野的开力。你也是引带阮行信心道路的主。万军的耶和华，我们你赏赐阮，互阮会当用嘴来学了，用嘴要来保养你的救恩。主啊，阮知你无放杀阮，你的确要甲阮同在。主啊，阮是有福气的，阮是有福气的。我们照着你的旨意，你所欢喜来应邀你。你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叹主的声。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伫新的一年，咱就为了咱教会的目标、咱教会的异象来献上祈祷。咱就为着咱教会标志同工来献上祈祷，为了咱的团队小组长。每一个小组团队来向上帝来恳求，咱做伙开嘴来祈祷。主啊，阮知你是阮教会头，你也是阮教会耶稣基督的身躯。求主你使互阮每一个人有勇壮的心灵。主啊，求你互阮将你的福音会当伫无共款的方式来传扬别人，来祝福别人。主啊，阮为着阮教会来献上祈祷，求上帝你使了合一的灵伫阮的教会，后永的会要来伫阮教会来运行。主啊，阮愿意为声来传福音，因为你的福音互阮的生命来得到祝福甲改变。阮的因为着福音，阮的生命要得到永生。阮因着福音，阮要甲主一个较亲密的关系。主啊，伫新的一年，我们更加来靠无你。主啊，我们热心来参与伫每一项的福音的事工的顶面。我们热心来参加小组团契，伫这个福分，互阮的生命得到丰盛，搁有存。求主你来恩膏牧师、长职、牧区团队、团契同工，拢有属天的元素、合一的灵，互阮有够野的智慧来领受对主遐来的启示。我们呼求主的名来显明你的大异象，搁大使命。我们甲主你同行天路，像是咱也为着咱的教会每一个家庭因亲子的关系，为着阮兄弟姊妹，因伫新的一年的经济上来源来献上祈祷，咱也为着咱教会软弱的肢体来向上帝来恳求，咱做伙开嘴来祈祷。现在主要说，求你
你赏赐阮，听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主啊，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你的喜乐，你的平安，要甲阮每一个人的家庭三角之地。我们为着阮主里面来，也为捌主的人来献上祈祷，求主你来帮助因，互因当紧紧来接受这个好的信仰。求上帝你来吸引，来明白伊，求主你的听，互阮会当彼此三结连，互阮伫夫妻甲亲子的关系会当真和谐。阮要有好的见证，主啊，你有丰盛的供应，伫阮每一个人的工作上，伫新的一年，我们向主你来求讨，求上帝你满满恩典，伫阮的经济上来补助阮，我们做主你好的关系。主啊，求你赐予阮有够额的恩典，阮伫病痛中，兄弟姊妹会当更加来认识上帝，来亲近主你。主啊，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求你也赐予你平安、喜乐，充满伫阮病痛中的兄弟姊妹的心上，互因的病痛会当早日得到医治。主啊，阮满心感谢而你。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牧者听听我的声。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看主的声。你是大牧者，奇妙的主宰，我的牧者听听我的声。这个时阵，咱为着咱今日的聚会来献上祈祷。恳求上帝的灵充满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顶，咱也为着咱今日牧师要所传讲的信息分享来祈祷，咱也为着咱今日所服侍的人员来献上祈祷。无论是每一个角落，因拢要诚做芳芳的祭来献给上帝。咱为着咱今日，咱每一个人会当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上帝的教导来祈祷，咱做伙开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恩的上帝，求你的圣神引带高抹伫阮牧师身上，互牧师今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拢是充满快乐甲祝福。我来恳求上帝，你来带领阮的今日的敬拜，互阮今日的敬拜诚做芳芳的祭来献予上帝你。主啊，我来将阮今日服侍的同工，无论伫诗会、诗献、招待、敬拜而乐、献诗、主日乐，阮的交通团队、阮的影音团队，拢有主你的保守看顾，互阮一切的程序拢真顺遂。主啊，我们同心合意的服侍，我们同心合意的学乐，有圣神来拍开阮兄弟姊妹的心。主啊，求你拄起阮所有的教条，我们专心伫遮来敬拜上帝你。主啊，我们谦卑来领受主你遐来的声音。我们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牧师的分享，互阮的性命得到更新，得到开展。对主遐来话。互阮得到更较大的愿望甲希望。主啊，我们献上感谢甲乐的一切。主啊，你已经设立宝座伫阮中间，求你降临，求你医治的灵、喜乐的灵，有生命活水，温膏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主啊，我们病痛也要得到医治，阮的心灵要得到透放。主啊，我们献上阮每一个的祈祷，
恳求主，你来接纳，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做伙起立来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因为今仔日是在伫咱学乐甲感谢上的日子，咱就用诗歌来学乐咱的耶和华上帝。既然我靠耶和华，咱的心就要得到喜乐、平安甲福气。既然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既然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主都被打破。既然我靠。既然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既然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一切就都被打破。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一道手歌乐主圣名。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唱歌，喝了主圣名。既然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既然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一切就都被打破。既然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既然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一切就都被打破。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一道手歌乐主圣名。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一道手歌乐主圣名。既然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大。既然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会充满。既然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来打破。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一道手歌乐主圣名。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一道手歌乐主圣名，一道手歌乐主圣名。哈利路亚！咱唱一首，好了，因为咱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
坐伫宝座顶，世界有福歌。我能已经拜阿罗，我在黑在地高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坐伫宝座顶。圣诗434首，主恩典大慈悲。主恩典大慈悲，加满平安归至你，但愿感谢应信心，有主上帝听愿意，感谢你。
大慈悲的主上帝，我们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伫新春的假期的开始到结束，我拢通伫主日的时阵聚集伫遮同心来敬拜。假期前，阮怀着轻松、怀着旅游快乐的心情，求主保守，互阮有一个团圆快乐的假期。伫假期的结束，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所有的工作、学业、事业，以及新的一年的道路，我们伫遮搁一遍聚集，奉你的名聚集，要领受上帝你的智慧、快乐、恩典、保守，互阮有信心、有能力、有快乐，通行头前的道路。主啊，这是你所欢喜合意的聚会，我要伫遮同心聚集，荣耀主、学乐主，愿你的名得到高举，也愿众百姓大家人伫遮领受到上大恩典甲祝福。愿你的平安，甲阮众大家三合同在，保守还伫外面，也是还伫旅程中的兄弟，互因也有甲阮同款，有同一样心的敬拜。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如果关灵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启应，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22篇，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合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着激动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请咱甘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你是创造一切的主，万物拢倚靠你的恩典之地。感谢主，新冠疫情虽然伫全世界大流行，但咱台湾的疫情因为政府管理控制适当，人民的生活无受到真大影响。伫新的主日，你阁带领阮来到你的面前，阮因此敬拜、祈祷，阮感谢恁遮尔听阮众人，互阮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得到怜悯，得到保护。因为主，你看顾每一个人拢诚做是宝贝，你实实在在疼惜阮。伫过去日子，阮若得罪你、忤逆你、远离你，求主你赦免阮。主啊，阮安尼享受伫你的恩典中，阮知影主，你是要互阮快乐甲智慧。要去宣扬主你的福音，互济人因为阮的关心甲行为，见证耶稣基督的疼，并实实在在关心阮的亲朋好友、同事厝边，关怀心灵送向甲贫困的人的需要。因为教会就是疼，阮伫教会合适甲相疼，就是为着要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救赎。互透过阮的分享甲引带，互阮的亲朋好友经历福音的好处，明白并体会上帝的真理甲祝福。新的一年开始，嘛求主你接纳阮的感谢甲懊恼，互阮伫你的疼内底无惊吓，来信靠你，
有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的圣灵医治早日康复；有家庭、婚姻、事业、工课、经济的需要，恳求主你施恩帮助佮解决。这是求主的信心教阮之地，使阮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互夏牧师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为信基督传福音，来成做阮的提醒佮学习。使阮搁一届领受信心的美娘，甲你三结连，当心伫你的面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求，阿门。耶稣，要记伫我，你的心都临到一时，耶稣。要记伫我，你的心高临到一时。讲授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两位的圣经。第一位的圣经是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1节。上主讲：以色列啊！你是我的见证人，我有拣选你做我的仆人，我要互你捌我，互你信我，通了解我是上帝。伫我以前毋捌有上帝，伫我以后嘛袂有，只有我是上主，我以后无别个拯救者。第二处的圣经在伫路加福音书第4章16节到19节。耶稣转去伊大汉的所在拿撒勒。照习惯，伫安息日入去会堂，伊徛起来要读圣经。有人摕一卷的先知以赛亚书的册互伊，伊就铁开，找到一所在有记载：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好消息，互善食人。伊差派我宣布，受掠的得解放，无看见的搁看见。像压迫的得自由，宣布恩惠的年。圣经读到这，愿主赐福听叹伊话的人，赞美。咱请律师班因要所献的诗歌是感恩的祈祷，吟诗说，请夏牧师讲道，伊要传讲的信息是为信基督传福音，请咱恭敬来领受。
声，做来学老主，感谢主，多谢女士班，用美丽诗歌带咱来敬拜，因为一切荣耀拢归伫咱的主，咱的上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新年的假期最后一日，有的兄弟出外探亲旅游已经转来，感谢有的还伫外面吼。所以大概是1月30春节前，有的人还未出外吼。伫今仔日2月初6是有人倒转来，有人还伫外口。总是因为咱是伫春节假期的中间啦吼。咱搁来甲隔壁来甲请安一下，讲祝你吼新的一年搁较有稳定，好不好？来。咱伫新年过年的时阵，检测有听到疫情啦吼，但是我看伫外面大家人较先无啥受到影响，特别咱台南真稳定啦吼。虽然有听到即个疫情的消息，总是拢无啥物大的紧张吼。所以我有看有人餐厅啦、旅游的所在吼，遐个旧家吼，我看拢大家拢无受影响，总是感谢主，咱会当伫迄个疫情的中间，有法能平安过日，这是上帝所予咱的祝福。但今仔日，咱要迎接新年的正式工作的开始，咱通伫教会做敬拜，这嘛是真大的恩典，因为咱要对主领受到即款的恩典甲快乐。即个快乐有时毋是人家己的能力、体力，也是智力，咱是要得到恩典的快乐。即恩典的快乐，只有对上帝所会当予咱，所以咱谦卑伫主的面前来求讨。当咱今仔日所读的2位经节，咱的主题叫做委身基督来传福音。这个是咱就是今年咱教会前后的2大的主题吼，2大的主题。咱伫进前吼1月16的时阵，已经有讲起第一个主题，叫做丰盛生命活见证。是要呼吁咱兄弟姊妹去追求一个上帝所予咱家己甲咱的家庭有得到迄个丰盛的生命。迄个丰盛的生命，毋是对咱家己一个利益，迄个丰盛的生命是要活出耶稣基督恩典充满、圣神充满的快乐甲家庭。你即个受祝福的家庭，有丰盛生命的家庭，你毋免讲啥物话，人看就知影你即个是属基督的家庭，是恩典的家庭，是有丰盛生命的家庭。所以咱有用2段的经文，一段是耶稣讲：“我就是羊的门，入来伫我内面，你咪就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出来毋是要偷要刣要毁坏，但是我来是要互咱得到丰盛的生命。但耶稣来的意思，就是你甲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祝福、恩典的生命的赎罪有关系，你才会当得到即款的。第2段，咱是学习到即个约翰即个长老，讲来祝福你凡事兴盛，身体勇健，亲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伫遐咱也有啥个学习到吼？学习到啥物呢？学习到讲，咱世间人，咱要得到丰盛，事实，互人会误会讲，你着甲一般社会人过正时咧求平安，毋是差不多吼？咧求好嘢，求趁钱，求发大财，毋是共意思。事实差真多。咱要得到丰盛、事业兴盛，是咱要得到上帝所予咱的快乐甲恩典。咱毋是家己要做享受，咱是要为主做见证。咱要帮赞别人，咱要祝福别人，咱要互人看见咱的行做来认捌上帝。所以虽然白白丰盛，但是阮的丰盛的观念、丰盛的祝福是无共款的。若假使你私人家己安尼驶车受祝福，对别人拢无关系，这嘛毋是上帝所爱的意思啦。
是咱要用丰盛来祝福别人，就亲像早前对亚伯拉罕开始，对摩西开始，对大卫开始，上帝所予咱迄个恩典。所以咱有延伸5项的祝福，5项的祝福就是祝福你有健康的身体，祝福你有丰盛的工作、事业、学业，祝福你有好的心境，你的心情充满着喜乐。第4是祝福你，安尼有一个美好人际的关系，甲人互动拢常常带来互人的鼓励、正面互人真大的即个鼓励回力。这5项是你的灵性生命是丰盛的。那这种种的毋是因为自私的观念，因为你若是自私，你就袂去做迄款好的人际关系啊。你若自私，你就无迄种的帮助人的快乐啊。你若是自私，伫灵性上，上帝就甲你提醒啊，讲你即款人是咧做啥货，无采上帝咧，互你遐尼大的福气。所以咱会晓通伫丰盛的生命，就是你的所行所做，就无搁再干那伫礼拜堂内底，所表达出来，是你的社会、你的工作场、伫你的生活空间，因为你迄款丰盛生命所显露出来，迄就是一个活见证。今仔日个主题要甲咱3个学习是，你有即个活的见证，你才有一个受呼召，随时伫你的处境的中间，委身基督来传福音，即款的信仰，即款的信心，所以大圣咱爱鼓励咱的教会，爱真做一个分享的教会，分享生命的教会。人来到即个教会，会感觉着讲，即个教会充满着属灵的快乐，兄弟姊妹充满着迄个互相祝福、互相鼓励、互相来成全迄款的快乐。这才是一个吸引人来教会的一个环境。就亲像顶日牧师所分享的另外一个主题，讲是安怎毋通停止聚会。你伫厝里家己会当领受基督甲上帝的关系，但是你无法度通伫教会中间，你爱甲众人来分享，爱甲众人互相来祝福，甲众人互相来勉励，甲众人互相来关怀。所以教会爱讲做一个分享生命的教会。我会记得进前有一个报道讲，2010年差不多10几年前，迄阵赵永基牧师也活地啦。美国一个出名的电视台叫做 BBC 的电视台，在访问赵永基牧师。因迄个时阵呢，咱知影英国足侪教会，逐个拢变做观光的教会，无啥人咧聚会啊，无有人安尼照起工时间到，逐个敬拜娱乐无啦，只有少数人无就老人。真侪礼拜堂拢关起来，真侪礼拜堂拢卖出去，因为无钱通经营啊，就甲卖去。迄个教派讲剩10间，无卖2间，2间的钱拿起来维护其他的8间，迄种意思。因安怎问呢？问讲是安怎英国、欧洲的教会遮尔急速来没落？这个原来是咱的母会呢，这个是咱原来安尼用钱用力来传福音的所在呢，是安怎会没落落去？为何亚洲、韩国、非洲的教会却是咧复兴？这赵永基牧师，伊是伫旧年在疫情的中间过身去啦，过身去啊。伊就回答讲因为安怎呢？英国甲欧洲的教会已经变做啥物？叫做文化的宗教，变成是一个文化的宗教。人无需要过来教会，因为教会当做一个学术、神学的研究的所在，就知识交换的所在来听。即款的教会，就变化人什么人研究的物件，别人无听到的，研究别人毋捌学到的，但是甲生命无直接的关系。迄嘛会使讲，咱来用咱台湾的即个处境来讲，咱就会当想到。比如讲，咱对细汉开始，咱对国小国中，你就咧读四书五经，对毋对？你就咧读，有人爱读老子，有人爱读庄子，哇，读到内底迄文字真优美，庄子的逍遥游，
迄个老主迄个所有的伊的经文无偌长，大家足爱，趣味。但是伊只不过是一个个人的修养，甲一个生命的改变无共款，无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有个人通过迄个家己有一个自我的修养，是袂歹。毋过伊袂当将这个普遍的，因为迄个无属灵的开力，无有灵性的开力，无有对天顶来的能力的灌压，只不过是一篇真好的哲学，真好的人生的哲学，安尼啦定。所以讲，韩国的教会也是亚洲的教会是安怎？因是咧传播生命改变精神，分享生命的见证，强调三重的祝福，就是咱讲的迄个约翰长老的祝福。你活地特别一地里，亲像伫天里，迄款享受永生的教会，差就差伫遮，就是英国人，你讲伊毋是基督徒，伊讲我是。但是伊根本无任何伫家己生命的中间甲圣神的关结，伊只不过是知影圣经故事，知影圣经的知识。结婚的时阵去礼拜堂举行一个仪式，其他的时间我无关系，迄叫做文化的基督徒。所以兄弟姊妹，咱既然有看见咱的前辈，也是讲咱的母会迄种的转变，咱就爱提防去。含落伫即款，我就知影我圣经足捌，安尼就好啊。你若无有伫生命内面产生一个改变，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若无伫你家己的见证的中间，互人看见耶稣基督救赎的快乐，若安尼后摆基督教嘛是干那讲，就一本经典内面故事真精彩，你也看，我也看，就变做一个学说，安尼啦定。所以咱要诚做一个分享生命的教会，咱必须爱领受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接受圣神的同工，才会当诚做分享生命的教会，才会当分享生命的教会。意思讲，只有圣神甲你同工，毋是人的知识的传播那定，才会当产生即款的即个动力。爱当诚做一个分享生命的教会，兄弟姊妹，咱的主耶稣受约翰来洗礼了后，伊圣神讲亲像井降临伫伊的身上，宣告伊的事工要开始。意思讲，伊去约旦河边受约翰来甲伊洗礼，圣神降临了，伊开始做伊的工。你表示啥物？伊耶稣伫进前伊30年伊有上帝的形象，伊有咧学习，伊有咧研究因旧约遮的所有的经典。但是伊正式要做工是圣神甲伊同在。意思讲，若无安尼，伊做的检采是一般人的讲话若定，一般人的传播若定，一个老师知识真充满安尼若定。但是伊开始受圣神的充满了，开始宣告讲天国的福音。伊宣告天国的福音，伊教导门徒爱活出见证，伊推动迄个医治病得到医治，来生命得到改变，生命得到改变。这个拢是上帝所予伊一个恩典甲宣告安尼。所以咱若是看到遮，咱知影讲教会拄则咱有提起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即个身体干那人的组织都一个身体，但是无灵魂啦，无活力。圣神同在才是灵魂。咱讲有一个人讲即个有魂无体，亲像啥物？有体无魂，亲像稻草人有无？就讲一个人你都活啦，会食饭，会困，会行，但是都无有精神，无有体力咧。伊讲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圣神亲像身体中间的灵魂共款，无圣神的同在，
教会就这么就成做一个只有是学术，也是文化，也是历史的教会安尼，历史的教会。所以咱会通看见这些事，拢是上帝的恩典甲祝福。因为咱若无甲圣神结连，咱就无法通得到这款的规律。所以只有圣神同在的教会，才会产生动力啦，才会产生动力。迄个规律才有出来，克服人的软弱，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这个圣神的同在规律，你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咱讲的丰盛的生命。你才会当成做一个改变生命的教会。咱期待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你毋是一个讲互人看见我真热心啊，去教会聚会拢无咧人站的小组嘛，拢咧参加。但是你无去甲圣神求即个动力，你无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那安尼你只不过是一个在聚会的基督徒，参加即个活动真心实真热热。你参加了倒也真趣味，总是无有迄个气力。所以我真期待咱富强的教会基督徒，毋若是活出丰盛的生命，你的生命才做一个见证。你搁伫教会内面欢喜接受操练，有圣神操练圣神的同在，然后耶稣基督的教导伫你的生活中来活出来。那安尼你才有迄个气力，通成做改变生命的教会。改变生命的这个基督徒，所以我要招兄弟姊妹，伫新春的开始，咱决志要成做一个委身基督传福音的基督徒。咱若注意看头前拄则咱读的两段经文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1节，内面有几项真好的教示。以赛亚先知宣告讲，咱是主的见证人。咱是主的见证人，意思是你所行所讲所做，你是咧见证咱的上帝。你这个基督徒才会当活出这款真实的生命。所以上帝选择咱做奴仆，这是见证人。要见证什么呢？就是第2项甲第3项，讲除了上主，无有别的上帝啦。除了主以外，无别的上帝，这是咱唯一一个坚决的信心。过来，除了上帝以外，只有上帝才是咱的救主。只有一个上帝，上帝只有伊是咱的救主。这是以赛亚书43章10节到11节所发来的教导。咱来成做上帝见证人，咱看见耶稣安怎宣告。路加福音的4章16节到19节，有人甲这段福音的这个经节甲咱马太福音28章迄个大使命有一个对比啦伊讲这段经节就是耶稣的社会福音，社会福音，因为真正要对人产生改变的，所以伊的宣告充满着革命性的信息。意思是28章马太28章的18节、19节、20节，这个经文是咧教咱爱安怎做，来显露出你的行为。但是耶稣基督讲，要做的物件是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信息。所以耶稣讲，迄个气力是对倒位来？伊讲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伊竞选着我，主的灵到我，若无主的圣神同在，你只不过是一个理念，也是讲一个想法，也是有一个志向，但是无气力能改变，只有圣神才能改变。所以耶稣的宣告是指向什么？属灵全面的新心灵得到透放的福音，就是咱所讲的迄个丰盛的生命的福音。这是咱所讲耶稣基督伫路加4章这段经节，一种的这个社会的改革、生命改变的福音。伊安怎讲呢？第一，就是向人传福音。
那有的人是用字面的解释，就一般都无钱、艰苦人迄种的送向人。但是耶稣是倾向一个更较全面的，因为咱伫使徒行传内底已经有讲起真多，遮个基督徒伊帮助遐个艰苦人、遐个送向人、遐个真济，遐拢是一个真普遍的基督徒的即个行为。咱嘛知影讲，当耶路撒冷发生饥荒的时阵，保罗因伫外地传福音，专工去募款地钱，专工倒转来到耶路撒冷，因为迄个所在发生即个饥荒瘟疫，所以来甲因帮忙。这是一个基督徒领受着真实的生命去帮助艰苦人，这是一个所产生起来的行为。但是耶稣讲的即个社会福音是一个层面是针对属灵的赞助啦。意思是讲，送向人是咧送向什么？是心灵的送向。迄个心灵的送向是耶稣基督爱咱去做的，讲伫圣神内面的富足，伫圣神内面有得到富足。所以一面是帮助实际送向的人，咱常常教会有用迄个宣教基金去帮助较弱小的教会，是有甚物款所在有迄款的灾难、地动，是风灾，咱甲因做尽济，这是咱一个生活上的尽济甲赞助，但是心灵上嘛足重要。咱用几个经节来学习。这耶稣的教导，哥林多后书8章第9节讲：恁知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虽然富足，毋过为着恁诚做善车，是要互恁因为伊的善车诚做富足。这话你会当用字面上的解释，耶稣基督是丰丰富富的，但是为着咱，伊甘愿安尼穿草鞋伫旷野行路，伫野外无有看头壳的所在，但是伊所咧强调的是爱咱的心灵也同款富足。所以耶稣伊放杀家己，伊舍己，就是讲伊欢喜牺牲受定十字架，流出宝血，这就是为着咱来送向嘛，要互咱成做心灵充满富足的一个人。这是第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9章11节，另外一段经文讲。伊会互恁事事富足，通随时慷慨施舍，互真侪人通过阮接到恁的礼物来感谢上帝。基督徒会晓伫心灵富足，你才有迄个心通帮助别人。咱教会最近有2项事工伫遐在帮助人。头一项是咱通过一个 TVBS 的即个基金会。咱有准备100份的即个礼物，圣诞节礼金礼物，来帮助伫咱社区，社区遮个民政课伊提供的名单啦，互因得到一个小小的礼物，通帮助因知影社会的即个热情甲关怀安尼。真侪人来到教会，会感觉讲恁多谢足多谢恁安尼。充满着感恩的心，来领遐个礼物转去。当然嘛有一半个可能个性上啦伊会讲来恁教会就搁对恁唱歌对恁牧师就搁甲阮祈祷安尼伊有点排斥就对啦。但咱知影讲有个人的心若刚硬伊就干那要得到迄个小小的一点礼券啦定，就亲像伫个水门头前迄个乞食。圣经读书龙段记载，就伊得到点钱通得到就好就会当度过1日，也是度过2日。但是彼得讲，金银我拢无，我将我所有的互你，就是互你起来行。咱是希望讲透过一个小小的行动，互遮个人感觉讲，教会有温暖，我嘛要来得到即个真实生命的灌纳。这是咱努力的一个方向。第二是咱逐年伫圣诞节前后，咱就开始收集一寡即个二手品啦，咱伫地下室，真侪兄弟陆陆续续，拢送过来集中。虽然我无甲偷起来看，但是我看有个人迄物件阁真新真好，表示讲你有迄个分享的观念，知影讲伫厝里无路用阁定位，
别人可能有需要，吼。特别我咧问遮个山顶遮个牧者，伊讲阮有时吼，迄若去到山顶，有时爱做甚吼，怎啊无转来厝呢？所以吼，有一寡旧衫吼，有一寡铺迄个被吼，带迄个厝，迄个人讲迄个厝料吼，迄山料会当含烧偌好诶安尼。咱感觉无路用，因感觉足有需要。所以咱咧学习耶稣吼，伊种欢喜帮助别人，因为当你有富足，你才有快乐。所以讲，互恁事事富足，这毋是牧师讲诶啦，对，是圣经安尼甲咱讲啊。所以你爱甲主讨讲主啊，我有富足，但是毋是我夸口，家己品捧，家己享受，是我随时有慷慨，互真侪人通过咱诶帮衬，咱诶真济接受即个礼物，咱会当感谢上帝。安尼这嘛是丰盛生命一种，因为你有分享诶观念，这是咱要做见证诶第二项。第三项嘛真清楚，提摩太前书6章18节。安尼讲，着吩咐因做好事，做较侪好事，慷慨施舍，甲人分享。基督徒若做无够食吼，有可能你嘛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但是你无去担着迄款恩典的滋味啦。你无担着，因为你就干那家己好就好，无去看到别人得到你的祝福吼，迄款的恩典。我就想着讲，我的故乡的教会，差不多伫我30几年前转去牧会的时阵吼，我的教会还佫真弱小。伫我囡仔时代，阮就定定接受吼，伫高雄的高山教会甲阮赞助，因为吼无钱啦，无生活歹过，有时牧者的社礼发袂出去，人迄阵高山教会因接足有疼惜，因为阮有真侪人移民过遐就对啦吼，就去住伫台湾拢伫因遐咧出入，咱加减会听到即个消息讲，阮的故乡的教会吼，经济真歹呢吼，我40-50年前差不多安尼啦，我因都吼，照逐个月吼来赞助阮的七美教会，所以阮的教会，伫我开始转去牧会了，慢慢有起色啊，因为吼。逐个人的经济有改善，因嘛学习学习讲较早人，咱伫台湾的教会甲咱帮忙，咱嘛有开，咱嘛通帮助别人。伫阮隔壁有一个小岛，即个小岛即间教会叫做将军教会吼，因为毋是因即间教会无经济啦，是佫较侪人移民去搬走剩真10个礼拜吼，真10个礼拜要安怎？有够价开咱人奉献来互牧者来供应咧，所以迄个时阵吼，阮即间庄卡的教会，伊嘛一个月欠偌济钱，来帮衬即间的教会，到有一段时间后来中会吼，看见即款的需要，讲袂使，咱都爱帮衬遮弱小的吼，互因吼，毋通讲请无牧者吼，无钱通互牧者做社礼，怎啊关起来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学习主伫遐来做即个福音的工作因为咱有丰盛，通来帮助别人。第二项是以差遣我宣告，受掠的得到讨办，受掠的得到讨办。以差遣我宣告，受掠的要得到讨办，什么意思呢？这受掠要得到讨办，咱都毋是要去劫家仇讲吼，这人互掠去我来去抢。古早讲抢劫刑场，都毋是安尼呢。伊即个属灵的战术是咧讲，受掠的讨办是受魔鬼所掠，受罪恶所捆绑的，是魔鬼所辖制，受一寡歹习惯，也是物欲来引诱，伫中间来讨办出来。所以吼。咱台湾人较早也未接受到信仰，但是老早就知影咱互某一种无好的习惯，影响到你的人生的习惯，拢甲叫做啥物？迄若爱食酒的，咱讲伊是酒鬼，对无？爱跋筊的吼，讲跋筊鬼安尼，什么意思呢？
因为感觉讲用讲的无算无效咧吼。啊，有诶跋筊跋到吼输了了，啊，搁站枕头啊嘛无效，嘛是搁继续跋。啊，你会感觉着讲，这若毋是心魔吼，哪有一个人头壳遐歹遐歹安尼改袂过来？啊，迄就是魔鬼咧合作。所以耶稣讲，伊差遣我受掠的要得到头棒，是咱要靠圣神的能力，互人对罪恶中的捆绑、魔鬼的合作。对迄个物质上的诱惑来偷放出来，真侪人会活伫迄款受束缚的环境中间，你会感觉讲好亲想要改变真困难。今仔日搁较有无共款新的诱惑啊，新的束缚啊，咱拢都爱提醒求圣神来偷放咱。第三项，耶稣讲，互失明的来得到光明啊，互失明的来得到光明。啊，这嘛是咧讲到属灵的赞词是啥物？你迄个属灵差谬的目睭啦，迄个如无无明的目睭受拍开。你通看见讲，这个世间什物是好，什物是歹？是安怎要你要来教会，是你有迄个属灵的目睭看见讲，我要得到的，毋是只干那我伫世间多无用啊，伫遐啊了遐侪心血要赚到的物质啊，听。我是要得到迄个属灵的恩赐，所以你属灵的目睭受拍开，你就会看见上帝所恩宠的祝福，是遐尔啊丰盛。这有时用讲的改成足抽象啦，但是你会通看见咱教会侪侪见证人，像咱有时咱会请咱的会友起来做见证，像咱有时会请这个。叫做名人开讲，来到咱面前来做见证，是伊亲身去经历着。真侪人爱看到咱的即个 Good TV 内底的真情部落格，每一个人拢是经过生命，毋知演几摆就对啦吼。啊，人生坠落到黑暗的深坑，有诶互迄个毒品，有诶互物质，有诶互肉体。会灵所束缚，无法度人脱开。除了得到圣神拍开伊的心，伊才知影讲啊，我过去所做的，拢是在拍空气，在掠风啦，一切拢归无啦。所以就倒转来主的面前，充满着丰盛的生命。所以当你属灵的目睭受拍开，你就能看见上帝。互你的稳重的幸福，迄个幸福毋是人的物质所比较的，是遐尼丰盛、遐尼稳定。啊，所以就亲像保罗先生伊家己做见证，伊讲我安怎知影处理迄个欠缺，啊嘛安怎处理丰盛，因为我事事拢留恋。好嘢有好嘢的生活，我丧享有丧享的生活，我快乐有快乐的生活。艰苦有艰苦的生活。最近因为我吼有一寡早前的同学吼，拢会同窗会嘛吼，啊，到阮这年纪拢会较爱要联络，啊，逐个拢讲起伊过去安怎安尼吼，啊嘛拄着甲我同温会，也是加我无几岁的亲人过身啦，所以拢会较去感受着讲，啊，人的一生到底是安怎？到底是你咧无用啥货，你咧拍拼啥货，你多无的是啥货安尼？啊，有时我就咧想着讲啊，咧回顾吼，虽然咱无亲像讲人啥物伟人啊写自传啦，吼写甲偌精彩，安尼经过人生偌济丰功伟业，但是你会想着讲，实在是足感谢上帝呢吼。亲像我这温会兄亲人兄弟吼，咱虽然开始的时阵，迄阵当民国40、50年代吼，也无啥物丰盛的物质啦，啊欠这欠迄，啊毋过吼，今仔日回忆倒来，哇，迄段时间上快乐，迄段时间吼，感觉讲哇，无通好这，无通好迄阵吼，足欣羡的吼，啊欣羡，我感觉迄种心情颠倒较快乐，啊即马逐项拢有吼，煞这也无爱，迄也无爱，迄也无爱食，迄也嘛无爱食，迄嘛无趣味安尼。迄人吼，迄心境
无代表你头前丰富呢。心境实在的，你伫迄个时刻，你感觉你是真满足，你感觉你是足幸福。啊，这嘛是为何？是即个亚洲有真侪迄个送香的国家，啊，一个问卷调查起来讲，因感觉伊上幸福的国家，总收入都无比人较侪，啊，毋过因足快乐。所以，迄个心境要哪拍开迄个心灵的目睭，看见上帝无限的祝福，迄款人上界丰富。迄款人上好野就对啦，啊，这是失明的要得到光明，迄个属灵的目睭，你要求上帝，互你看见迄个看袂到的祝福，迄个恩典。最后，耶稣讲受压制得到自由啦，宣告拯救主拯救伊的百姓的恩年，受压制得到自由。伫灵性上会使安尼讲，就是伫精神。伫肉体、伫环境、伫工作的顶面，你有侪受压制，你有迄个压力伫咧，工作上的压力、人际上的压力，有真侪家庭上着磨劳苦的压力，你也对得到自由。我会记得，即个过程时啊，吼，我食无输，啊，就无啥爱出门啦，拢蹛厝。啊，所以我亲人吼，拢会来相找啦，换因来找阮就对啦吼。啊，阮其中食无输的一个孙啊吼，拄啊带囡仔，拄啊国小吼，23年啊，12年啊，迄是足活泼甲吼，啊，你顾袂调就对啦，伊要撞来撞去安尼，爬来爬去，翻来翻去啊吼。啊，阮大家就分享讲啊，大家来台岛，你有啥物要台岛的？啊，伊即个孙啊就讲。恁替我祈祷啦，互我吼有教囡仔的智慧啦，有忍耐的智慧啦，因为吼囡仔搞怪较，上要挡袂牢安尼就对。啊，这嘛是种压制呢。吼，咱人的生活有诶是伫工作场受压制，有诶人是互重顶时压制啦足严重，有诶是伫学业顶面吼受足侪压制，有诶伫肉体上有艰难有病痛，有诶是环境中真侪诶压制。兄姊妹，这嘛是你得到自由的一个祝福哦。咱求上帝，互咱受压制得到自由，是即款的自由。然后，咱佫对遐属灵的恶者的管制来得到自由，就是咱所带来疾病，有人有忧症，有人有经济上的困境，伫疫情的顶面有真侪人有拄到即款的艰难。啊，工课做无好势，生理做无啥好势，咱来求主，互咱得到头发。所以，即个社会福音会当伫即个表面上的层面，啊，咱今日讲的是讲，迄个属灵的层面有即4种，吼，有即4种，就是咱看见即个所在讲，送向人传福音。互因伫圣神的内面得到富足，咱爱宣告受掠的得到头发，咱爱宣告失明的要得到光明，属灵的目睭受拍开，过来受压制得到自由，宣告主拯救伊子民的恩年。我望咱做一人通过即个得到即个丰盛的生命，会当诚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你因为有即个丰盛的生命，你处处都发出基督的香味，你就会发出迄款亮光就对啦。迄个亮光还是人感觉讲，即个人吼确实是无相像。我也想要对伊得到帮助，我也是要对伊得到快乐，我是要对伊得到真好的鼓励。兄弟姊妹，咱来委身基督来传福音。因为主耶稣有交互彼得即个天国的锁匙啦，啊，表示讲，咱基督徒，咱主的门徒，上帝将即个锁匙互咱。啊，你个锁匙到底藏伫地下内，还是藏伫迄个摊内甲锁起来，还是你锁匙随时举条咧？然后要为着这个找无门的人拍开即个天国的锁匙，你这就是委身基督传福音的真理。马太福音16章19节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予你，
你伫地上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你伫地上温存的，伫天顶嘛会温存。耶稣将即款的权柄交予彼得，迄个意思嘛是咧交予咱每一个互伊呼召的基督徒，因为你抓着即支天国的锁匙，毋通拼伫遐无路用，还是甲放掉咧，还是甲藏伫迄个拖内。因是为咱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宣告。有一个图伊咧讲起着迄个福音有5个面向啦福音有5个面向，就是即5项。你即个福音包含即5项，拢是伫你咧做的范围内底就对啦。咱讲要委身基督传福音嘛，你会当做到即5项，特别是逐项拢平衡，安尼上好。上顶悬，你要有一个好的敬拜。顶礼拜咱咧讲中，阮是一个爱敬拜上帝，一个敬拜上帝的人，是你的生活上、伫生命中敬拜。正平，即个叫做服务，你会晓帮赞别人，你会晓尽责别人。第3项右下角讲是教导，咱来学习一个门徒的操练。咱的教会对后礼拜开始，咱要推动迄个门徒学校第1级的训练、第2级的训练。我真期待兄弟姊妹，你会想讲，我要委身基督传福音，上无我知影一粒技巧，即个锁匙要安怎举就对啦。即个锁匙会晓开啊，若无来，来要安怎？来要带人安怎入去耶稣基督呢？你爱会晓讲出上帝的真理，互伊知。然后左下角即个是叫做团契，这是咱咧讲是安怎毋通停止聚会的意思啦。咱常常会晓用到即个十字架，对无？咱讲十字架有2画，横的就是基督徒彼此的团契嘛，直的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嘛。你即2项袂使偏差啊！若敢若1项尔都无够咧，你都爱平衡十字。横的是你兄弟姊妹，咱甲社会即个关系；直的是你的敬拜，你甲上帝中间迄深入的交陪。然后就是咱所讲的，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做见证伫倒手边。所以有敬拜、有服务、有教导、有团契、有见证。这才是咱一个完整服侍上帝、敬拜上帝、见证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开展。兄弟姊妹，唯一咱爱注意是，咱爱透过圣神赐予咱迄个看袂见的开展。基督徒无比人较有体力，也无比人较侪时间，白白24小时，白白爱食3顿，伊会枵，你嘛会枵。咱所需要是啥物？就是咱所称呼叫做第4度空间的灵性。迄个看袂到的，才是上宝贵的开展。爱是别人无的，你有，就是思想，你有信心，你有意向、梦想，你有言语，这4项的灵性的开展，诚做你一个装备完整的基督徒。所以，咱爱学习主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你会晓行公义、饶赦、甲偷放，对耶稣基督迄个社会福音。所以，咱倒转去头前，咱讲英国的教会咧访问着王基牧师啦，但是因为咱是决志要做文化性的教会，知识足多，足够辩论，足够讲，也是你要成做一个有生命的教会，有生命的教会。期待咱兄弟姊妹，咱大家有一个确信，讲圣神亲像风、亲像火，伫运行伫咱中间。马可福音第9章23节，安尼甲咱讲，耶稣甲伊讲：你若话有信的人，逐项拢话；有信的人，逐项拢话。这是咱对主领受到一个应允，甲一个祝福。愿主保守咱大家有圣神的同在，咱人照期间灵修、读圣经、互相勉励、聚会，
但是请袂会记得有圣神的同在，你才会无共款。有圣神的能力甲你伫地，你才能活出耶稣基督所讲的即款社会宣告的福音，带人归主。委身基督是因为以赛亚先知咧甲咱宣告讲，咱是主的见证人。下面咱要吟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听，也做伙来祈祷。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咱来吟第一节，吟第一节就好。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奔过金色旷野地，我真愿照你大权力，应手看我无犯罪。天的美牛，天的美牛，求你日又赐我，求你日又。第一节，咱搁吟一遍来。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奔过金色旷野地，为着你大权力，能够看我无犯罪。天的美牛，天的美牛，求你应又赐我。兄弟姊妹，咱伫遮做伙来祈祷，咱大家家己甲主一个结连讲，主啊，互咱福阳教会成做一个分享生命的教会，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教会，毋只敢是一个知识上的、文化上的教会。第二，求主帮助，互咱真正成做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因为咱要做主的见证。第三，咱求主帮助，互咱会当成做一个主耶稣基督属灵赞助宣告福音的人。咱成做一个送向人传福音，人宣告受掠的得到讨白，失明的得到光明，受压制得到自由，这款对生命中间得到讨白的福音，伫咱正人。伫咱厝边，伫咱同事的中间。第二，咱为着新春这段时间，咱所见到这些亲人，也是当通过旅游所得到的祝福，咱甲主感谢，求主互咱伫新的一年满有上帝所发的快乐，互咱亲像鹰鸟天势飞悬，头前的路有主的同在，咱无累志，无灰心，拍拼向前行。成做一个委身基督传福音的人。第三，咱为着教会中白听兄弟来祈祷，求主怜悯伫因的身上，互圣神的膏抹同在，互因得到上界好的治疗甲医治。也为着还伫外地、还伫旅行的兄弟，因平安顺遂，明仔载开始恢复事农工商，逐项拢行通拢得到顺遂。为了家己的家庭的需要，5项的祝福，祝福家己的亲人，咱大家三甲为着这事同心来祈祷。主耶稣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是阮所互伫阮圣坛中间，愿你的能力管辖伫阮正人兄弟姊妹身上。别上帝，阮求你帮助，阮成做一个分享生命、丰盛生命的教会，阮成做一个建设活出耶稣基督的教会，阮成做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也帮助阮。学习主耶稣的宣告，送向人传福音，互因圣灵伫圣神的内面得到自由，真正伫受掠的得到讨白，失明的得到光明，也受压制得到自由。主啊，帮助阮兄弟姊妹大家人经过这个假期，甲亲人见面，互相的祝福，愿你圣神真同在，甲因三甲伫地，互阮所经历到迄个家庭的喜乐，会通线接伫阮新的快乐、新的生活，也帮助教会中间白听兄弟。愿你施到医治甲头白，你的平安甲因同在，也阮
伫新的一年充满着上帝你圣神的同在，亲像应召提示会员，感谢罗你。主啊，主阮的上帝，奉你的名来祝福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主啊，阮经过这个春节假期，检测有的亲人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人实体的见面，总是阮彼此的祝福，彼此的关怀甲带导，愿你应允伫阮所有的亲人朋友，甚至伫国外的亲人的中间。主啊，帮助阮经过过正假期的休困，阮对明仔载开始，属龙工商恢复工作，求你赏赐阮气力、智慧、信心，互阮有异象甲愿望。所做的逐项有主的同在、圣神的同在。阮若是伫各行各业要成就一个主所赏赐丰盛的生命，阮要阁通过这个丰盛的生命来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主啊，求你保守教会中间兄弟姊妹有肉体欠安病痛，伫病院接受治疗的，伫厝内咧静养的。主啊，求你一个一个甲因触摸，甲因换手，赐福因得到好的医治，得到平安甲健康。阮老教会的姊妹也来受主恩调，求你也将安慰扶持临到伫遮个家庭的中间。拜上帝，求你保守，互阮逐个人会当伫主的恩典的下面，阮常常甲主亲近，互阮时时会记得，阮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阮毋若是用嘴要见证，阮是用一个丰盛的生命要见证主的恩典的人。感谢阿罗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时，请咱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应奉献的信息。坐。这时咱来看咱周标的后壁面，咱来读咱本月金句。诗篇第5篇第11节，咱来念台语，咱念一解。既然我靠你的原因欢喜，原因我唱欢，因为你有因，搁互疼惜你的名的人，踮伫
你来欢喜。五篇在集，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周报的第2页，下周的事项的项目主例是咱夏目书，书例是咱李英台技术。咱来看第三页的第4点，咱大队护赛团队邀请咱今年的受难日的40天的连续检测的祈祷，时间是3月8号到4月15。欢迎咱所有附近人，咱做伙来参加。搁咱的1楼有公布哪会当来写咱个个名来登记。吼，搁咱就会当伫咱一礼拜内底吼，拣一餐咱。拄好迄天你有可能无想要食饭的时间来做检测的祈祷，吼。佮即马嘛，最流行一寡什物透早莫食，暗时莫食，所以你嘛当利用迄个时间，咱家己来祈祷。因为咱附近的祈祷是做有困难的，所以请咱大家拢踊跃来参加。吼，佮咱来看第5点咱先过后壁第4页的部分，就是咱伫台湾的时间2月7号拜一吼，透早10点到12点，有哀伤之旅的课程。可能咱若需要，咱来紧向咱的嘉农的干事来报名。咱来看第4页第7点的第1小点，咱来恭喜咱本会郭信恩中医师，伊即马拢伫咱遐的咧做服侍啦吼，咧做音控的服侍。佮咱若伊即马伫迄个承恩中医诊所，伫咱台南市夏林路7号，吼，迄个所在咧做服务。佮咱若有需要中医方面的议题，咱过遐看一下。佮咱因为吼，咱即马疫情的时间，所以政府有规定，咱的教会袂当食饭啦，佮嘛袂当供餐啦，佮所以咱的心灵转角啊，佮咱的爱餐暂时拢暂停。等政府宣布咱的疫情得到控制，宣布会当开始的时阵，咱佮开始。啊，佮第3点吼，咱有村人啦，吼，咱的主温丰新长圳的小村人，啊，佮有伫咱的1楼的招待到遐，佮若有需要，咱佮过摕以上，佮咱请夏牧师补充报告。我因为咱即个周报前1礼拜前就印好啊，所以有一寡消息袂赴通报伫周报内底，我有甲中和执事讲无有一寡物件我用投影片来报告就对啦互咱安尼较完整就对所以咱来看投影片即个头一个就是讲，咱后礼拜有圣餐礼拜圣餐礼拜2场拢要收圣餐，因为咱即摆用迄个环保式的所以较无迄个疑虑啦。咱是要食饼先救落来尔应该无啥影响才对所以咱有缘照常照常要来收圣餐咱请后礼拜逐个人伫新村用圣餐诚侪咱属灵的祝福请咱2场礼拜拢来出席第二是咱重要，每一年年初拢有一个重要的好会请伊今日是2月20今日初六嘛佮2礼拜后2礼拜后2月初102月20咱若一场礼拜，咱只拢甲定做9点，大家较好认，因为咱有第2场礼拜遐这伊较好记啦所以咱9点开始，毋茫讲安尼真准时会当结束只有1场礼拜若定所以咱请大家拢踊跃来出席有关即个会员名单真重要，因为咱若确实迄天真正有多合袂当来，也是讲我要伫线顶落礼拜拢爱算爱请假就对，因为你袂当伫现场举手点名嘛所以若是有外出，也是不可抗力的因素，为着要统计名额，咱即马教会有小组真方便，请你甲你的小组长讲我到什么原因你爱解释一个原因，互伊讲安尼我准，咱的小组长讲你合理的理由啦无咱尽量拢爱来无就甲咱的书记营田长老请假，咱的小会书记用哪3会拢袂要紧，就是讲我都有啥物原因袂当来咱才会当控制人数，爱一半以上出席嘛所以咱的名单第2次的公告，咱为着省迄个纸啦咱直接印搭伫咱的楼骹的即个公布栏咱嘛拢寄互各单位咱名单拢寄互咱
各小组咱拢去看，当然小组长帮忙查一下较重要咱若有拄合，有要请假，上班后主日，咱通做甲干事订正。因为咱拄即礼拜拢是迄个春节假期啦，所以咱一般拢讲伫一礼拜前甲好的手续印好，咱即礼拜要拼赶工赶会赴会，通好印出来。若真正袂当，就是伫迄个2月20进前的拜五才分互咱遮的侍奉者，伊要报告嘛，互因侍奉者。咱剩的咱迄日到的时阵才分互大家即点困难上，请大家来原谅。中间你若看见咱周报今仔日敢若2页若定就表示讲，咱对1月30、2月初1，咱的奉献拢还袂赴人登记啦。所以咱伫后礼拜周报会报较济，遮的所有的征信拢放伫内底安尼。即点请兄弟来配合来帮忙搁来真重要就是咱无需要伫讲道中讲。咱各方面的教导甲训练真重要。唯有要成做一个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你也有一个基础的训练啦我有听同工讲，好像报名还袂遐尔踊跃啦。所以咱请小组长帮忙就是咱的小组员内底有诶还袂上过文道训练的，有诶打新洗礼，有诶是外教会入来咱教会，拢鼓励伊来报名。因为咱过来2月初9拜3就要开始啊。若无人，咱就无法度通开所以2月初9到6月15拢总17、19课。咱请受洗会友、新进会友、新进本会主会的会友，还未接受完整建造的会友，拢来报名咱有真好的师资的阵容。受过即个课程，搁第2阶段叫做文道学校的第2阶段。以前咱叫做文道大学就对啦就是要望诚做同工的。要会晓服侍的，甚至要做干部的，爱来操练。开课的时间差1天，2月初10拜4暗时7点半开始，咱甲8堂的课较短。咱对象就是讲已经完成第1期的文道训练的。第2是你要做细胞小组长、干部，也是幸福小组的核心同工就是你要诚做同工的，内面有真好的材料，互你知影讲我要做一个小组长，我要做一个细胞小组的同工，是要安怎做？内面的资料真丰富。敢若8礼拜若定，无影响你甲伊做时间所以请赶紧伫即礼拜来赶紧报名，无咱要开课甲咱鼓励甲咱拜托。过来有一个婚礼的消息因为周报袂赴报啦顶礼拜确定的就是咱教会自然小组的阙家兴弟兄甲汪家静姐妹，要伫2月26上午9点半伫教会结婚典礼，要中昼要伫雅悦会馆来即个喜宴啦因为真好意讲，咱兄弟若甲伊有熟悉有关心，有想要参加伊的喜宴有哪来伫楼骹登记一下登记出席的人数因才较好订到安尼所以望到2月20啦若上好是后礼拜拢甲完成较好准备啦，因为较慢登记到20嘛袂要紧，毋过尽量咱今仔日到后礼拜咱甲登记落去互伊知影偌济倒声即点要请咱帮忙。过来是拄则有讲爱心午餐要暂停啦当然我有看见讲奇怪出去外面食饭，逐个拢也无咧挂口罩嘛，食甲欢喜甲毋过伊奇怪，伊都卫生部特别公告讲，庙事啦、礼拜堂啦袂使食物件咱搁观察一下咱由咱的即个爱心午餐的队长信长长就讲要开放咱来开放安尼望讲真紧会当开放啦过来有一项关心的事因为周报那袂赴报就是咱本会有伫即个师道小组有一位姊妹叫做张美玉姐伊伫1月31，就是迄个29暝迄天来望主恩调71岁要伫过来即礼拜的拜6早起11点伫殡仪馆来举行告别式即个家庭上帝怜悯啦伊的先生差不多1年外过身，1年外前过身过身无偌久，有发现着讲伊家己嘛有即种的病症经过治疗
吼伫顶礼拜过身去吼。咱有请中级关怀组的第二组第二组来参与。咱若有要参加的咱嘛要请圣歌队帮忙咱自动伫差不多若要去遐准备，应该是10:45就爱到啊伫遐来关心即个家庭，因为即个家庭是对印尼来伫咱遮甲引带来信主的希望咱大家较侪人去甲关心安尼毋知美玉姐的亲人有来伫遮无？应该是第2场啦第2场来有一寡代志甲因参详安尼前者甲咱做较路上的报告好来，咱毋知有其他有新朋友来咱中间无若无咱就要来做结束来。上映，请咱来上映诗歌391首，俄罗天地主宰，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山声，无事祝祷。俄罗天地主宰，从这天对高海，万民朗朗地破地，当心俄罗兄弟，俄罗三位一体，北行诚信。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引带帮赞，伫新的一年领受满满恩典甲福气，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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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咱来默祷闭会。祝福了后，咱有一个庆生会。感谢女士班的祝福。下面咱要庆生咱有80位2月份的寿星，要请咱大家寿星徛起来好无？无点着名嘛拢起来。咱等下吟诗煞，咱要请戴美娟老师来分蜡烛，咱来唱2遍来。大家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关注祝福你，祝你生日快乐，英语的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咱请美娟老师来分蜡烛，来有翕相书无？等下，翕相书伫倒？来，要不有手机嘛好。好，来，美娟老师要等你，不要紧，慢慢来。戴口罩哦。戴，好，拜拜。好，有看到，好，谢谢。感谢主祝咱大家生日快乐！咱为着因来做祝福，才来结束慈悲的主上帝，感谢你，伫这新春快乐的日子，阮为着2月份的寿星献上感谢。主啊，因伫人生重要的日子，毋若是有家庭、亲人、朋友的祝福，阮更较需要是对上帝来天顶的恩典祝福。主啊，求你赏赐因5项的福气：健康的身体、兴盛的事业、喜乐的心情、
好的人际关系，有水美好的灵性甲主亲近。这5项的祝福，愿你施落伫这所有受测的顶面，也施落伫阮正向日子的中间。阮明仔载就开始恢复工作，愿你享受阮快乐、信心、能力，伫工作场、伫生活上为主做见证。愿你保守阮转去路站，一路拢平安。安尼感谢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为着大家做祝福，谢谢平安，大家顺行。咱有迄个小红包哈，有一个小小的小红包，